大家好，今日同大家介紹一間喺深圳灣口岸附近新開嘅影院足道按摩店。呢度嘅環境超舒適，同埋全部都係獨立包間夠晒有私隱，而且技師按摩夠專業，仲有新張優惠，100幾蚊就可以做個按摩，仲有免費簡餐提供。今日嚟到棲木一方影院足道療癒 SPA， 大家喺深圳灣口岸過完關，可以坐返地鐵13號線，坐到嚟後海站落車，喺返 D 出口出站，喺返 D1 出口上返路面，上返扶手電梯，上到嚟路面右手邊有個扶手電梯，上返去上邊平台，再靠返右手邊，沿住平台直路一路向前行，沿途會經過好多餐廳，再沿路一路向前行，行到嚟天利名城商場，入返去商場，行返入去每一個觀光升降機，搭返1號、2號、3號嘅觀光升降機，搭返上去4樓，喺4樓出 lift 就可以嚟返棲木一方。大家如果夜晚嚟到，夜晚10點鐘後可以用返商場廣場嘅正門，入返去升降機大堂，搭返16、17號嘅升降機，同樣都可以上返去4樓。入到嚟按摩店，呢度係前台嘅位置，有好多茶類飲品，仲有免費嘅生果小食。呢度嘅裝修感覺好似酒店式嘅大堂見到有好多唔同嘅佈置，個環境夠晒高檔。按摩店新開張，全店做緊優惠價，做腳底按摩全部都係包間見到60分鐘嘅足道按摩都係129蚊。另外見到有中式嘅推拿按摩60分鐘都係139。另外仲有中泰式按摩同埋精油 SPA 按摩都有得選擇返。另外仲有好多其他嘅項目，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同埋按摩店全店都係免簽小費，同埋按摩店仲可以免費留宿。同大家參觀一下按摩店入邊嘅環境，見到入邊嘅空間夠晒大，全部都係包間呢間係4人嘅足浴按摩房，見到個空間都係夠晒大。另外仲有啲雙人嘅包間，每個房間都有電視機，方便大家睇下電影電視。再同大家參觀一下入邊其他嘅房間，入邊周圍嘅環境夠晒乾淨企理。依邊仲有啲落地玻璃窗嘅房間，同樣都係4人房大家同朋友一齊嚟都可以一齊做按摩。按摩店入邊有好多呢啲園林嘅佈置另外呢個房間係個單人嘅全身按摩房，見到一個空間都係夠晒大。呢邊有啲雙人嘅全身按摩房間。另外呢邊仲有啲園林佈置嘅房夠晒舒適。同埋入邊仲有好多啲長身嘅掛畫，周圍嘅環境好似去咗5星級嘅酒店依間又係啲單人嘅按摩房間，入邊嘅空間夠晒闊落。同埋按摩店仲有淋浴間，有男賓部同埋女賓部，同大家參觀一下。入邊有獨立嘅淋浴間，夠晒有私隱入邊仲有乾濕分離，大家可以沖返個涼先做按摩。入邊夠晒乾淨企理，沖涼房嘅空間夠晒大，仲可以閂門唔使受人哋騷擾到，夠晒有私隱。見到一座足道嘅房間，後邊都有啲風景畫，每一間房都係唔同嘅風景畫，唔同嘅主題，可以一邊做按摩一邊食下生果，飲下啲飲品。做腳底按摩一開始技師先放咗啲浴鹽俾我泡腳，一邊泡腳一邊幫我按下啲頭部同埋肩頸嘅位置，雙重享受技師一開始幫我按下啲頭部，幫我舒緩下。大家有時成日對電腦睇手機睇得多，都有啲頭脹脹感覺，做下頭部按摩都可以幫大家放鬆返。呢度嘅技師都受過專業訓練，按摩夠晒到位，全部都好有經驗。泡完腳開始做腳底按摩，一開始先幫我放鬆返。技師都好細心，都問返我力度啱唔啱。呢個技師按摩啲手勢都幾精準。房間嘅電視仲可以睇到香港嘅電影，大家可以一邊睇電影一邊做腳底按摩。
技師啊按落去啲反射區嘅個位置都好精準啊，而且力度夠。平時我哋行得多，隻腳都比較攰啊，技師啊都幫我按中晒啲穴位啊，感覺啊都好舒服。按摩店而家有新張優惠，102蚊啊就可以有個獨立包間，一邊睇電影一邊做腳底按摩，感覺啊性價比都好高，而且啊環境好舒適，同埋技師按摩夠專業。呢啲小腿嘅位置我哋成日行得多啊，嗰啲位啊都比較冤比較攰啊，技師都幫我去舒緩返。同埋按摩店位置都好方便，喺正地鐵站旁邊。大家喺深圳灣口岸過返嚟，坐地鐵好快就嚟到。附近有好多商場同埋吃喝玩樂嘅景點，方便大家做完按摩去周圍吃喝玩樂。行街買嘢都夠晒方便。做完個腳底按摩，感覺啊隻腳都輕鬆咗好多。做完腳底按摩，跟住去到全身按摩嘅房間，做返個全身精油 SPA。呢間按摩房啊，個空間啊夠晒大，單人房啊入邊仲有梳化嘅位置。一開始技師先幫我放鬆肩頸，放鬆完開始幫我做推油按摩。同樣呢個技師按摩啊力度夠，而且咧按落去啲位置都好精準。喺呢度咧做按摩啊，個環境啊夠晒一流啊，酒店級嘅裝修。同埋技師夠專業，同埋每一間房個空間都好大，入到嚟房間令人有種好放鬆嘅感覺。做完上半身，跟住咧技師開始幫我做腳部嘅推油。我哋有時行得多，大腿小腿嘅位置咧同樣都係比較攰啊。咁技師亦都幫我去處理返，推落去大髀呢啲位置。另外都有啲淋巴位啊，感覺咧做完之後咧對腳都輕鬆咗好多。而且啊，剛柔並重啊，按佢嘅力度咧啱啱好。技師按摩都覆蓋到全身嘅位置，做完後邊反轉身，按埋前面小腿嘅位置。啲小腿我哋行得多咧，前面呢個位置都比較攰啊，技師都幫我去舒緩返。跟住咧按下啲肚部嘅位置，同埋做埋個按頭啊，成個按摩療程都好專業。按埋頭啊，幫我哋舒緩到平時頭脹脹感覺。做完個全身精油 SPA， 感覺都 relax。按摩店仲有免費嘅生果、免費嘅簡餐，仲有多款嘅飲品提供。大家嚟做按摩可以免費慳返一餐啊！食埋嘢先走。今日喺棲木一方影院足道療愈 SPA 呢度做完按摩，呢度個環境啊夠晒高級，但係價錢呢而家夠晒優惠啊！同埋喺正深圳灣口岸附近，大家離開深圳都可以過嚟試下。今日同大家睇到呢度先，鍾意朋友俾返個 like，我訂閱返個頻道啊！下條片再見，拜拜。